来看，民众党党主席郭文地伫做台北市长的时，涉嫌独立金华城。台北市议会成立调查小组，今仔搁再开会，前副市长裴景新亲身出面说明。也毋过，伊正低调避开媒体，嘛透过议员表示讲，这案已经进入司法的庭事，伊配合侦查无公开，所以无要接受访问，会议嘛无要开放。就他。总算出现台北市议会金华城案件调查小组，前副市长裴振兴笑眯眯甲议员拍招呼，暗过低调为后门一场，避开媒体。搁伫会前透过议员表达，这案件已经进入司法定数，配合侦查无公开、无受访，会议暂停也无开放。其实主要就是要厘清当时市府二把手在这个案子里面的决策或是执行的角色，柯市长跟他之间的这个沟通过程是怎么样啊？他有强调他是要来还原真相的。那我们当然就看看他怎么说，是希望他能诚实以告，然后呢，将所有的过程好好的跟调查小组说清楚。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本来不接受这个金华城澄清，后来转而变成是受理，而且变成是主导。好，那这个过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会议中途，议员出面讲裴振兴的讲法，伊表示金华城案件当中，国民党市长3摆甲议员辩论会，家己都无参加，也否认伫相关公文顶悬有签名。他没有印象，他有参加应小薇的2021年8月那一次的便当会。他真的没有去的话，那是有伪造文书的问题啊。他的说法是这个他没签金华城，而这个柯文哲自己盖章。对金华城案件，台北市长蒋万安阁表示，市府全力配合检调，看事实到倒位就处理到倒位，希望赶紧还原真相，调查清楚真相。记者综合报道。